坐標開咗佢，獎勵箱開咗佢。設定一下嗰個工具欄。管理員誤上刪咗佢，點解嘅？哦，操作員啊！等我一陣。好，拆翻個。獎勵箱通通拎走。人生要收入斬樹為首，一斬完一個方塊就有隊友入咗服務器，甘蔗拎走。羊毛收集需要床，直接穿越1萬。接落嚟工具強化，石器，整唔同嘅石製工具。之後就去傳送門廢坑嘅箱物資放入口袋，乾草塊拎走，村莊嘅物資都拎走。接落嚟去收集啲礦物，隊友發現咗紫水晶，可以掘走佢。隊友發現咗4粒鑽石，兼掘咗，其他鑽石就唔掘住，等有幸運稿之後再掘。接落嚟係起緊村民繁殖機，裝按鈕費事水流動。起之前將村民利用船同條繩搬運嘅。建造期間整咗9x9塊田同幼年村民嘅隧道，之後隧道出口每一格都要倒水，流動嘅水嘅話，村民係會浸死嘅。接住將村民搬入田裏面。由於好缺床，所以將啲上吊嘅羊圍住佢，羊夠多就足夠剪羊毛。將繁殖者村民放床，放床多於3張就可以繁殖㗎啦。放完就係咁樣嘅。村民收集區門口倒水，門口裝圍欄門，隧道入口裝地板門，等幼年村民瞓之前會上吊。接落嚟整鐵樁，準備收集黏液球。等擦史萊姆期間，隊友被女巫毒殘而跌瓜咗，死啦！幻翼嚟攻我啦，快啲走佬！啱啱真心勁驚呢下，當時幻翼嚟趁我病拎我命。隨後史萊姆終於擦出嚟，將佢收集咗佢。真心機岩板滿月狀態之下，機率都係勁低。